运安会初六下晡4点向大众公布上新的调查结果，公布408处头路口号摆马事故迄当时，车头弄甲剩半只，真惊人的画面。左边在隧道口，这个北隧道口的左边，它被摩擦、被剥落了一大片，相对于右边，它是保持完整的。运安会讲，经过公路监视器、行车记录器现场分析了后，确定迄天现场是不止超速的工程车尔，是也阁有其他车辆甲人员。其实，在现场不止一辆车子，在这个作业当中，工程车这一辆有吊臂的只是其中一部，所以当天并不是一个完全没有其他人员跟车辆的状态。工程车是以类似滚落来的方式到铁路顶悬的。伫头路口列车弄到进前，工程车的闸风玻璃是早就已经碎去啊。工程车伫铁路顶到头路口列车弄到，只有差不多1分钟外。它现在提供出来的软体比较粗略的，所以呢，我们正在要更进阶版的软体。我们下次再呈现的话，会更完整。有向监理机关摕到工程车的监理资料，而且伫向车辆的原厂确定了后，确定工程车伫原厂的维修资料是只有到2009年尔。而且原厂讲，工程车的动车系统确定是改装过，毋是原厂承认的动车系统。讲到是毋是工程车这边的人为因素造成这摆的意外，运安会讲再交予检方来调查。记者郭碧君、谢桂林台北报道。